咦，台 EG6發生咩事要拖車個？哦，原嚟係行駛過程中着咗引擎燈，然後被限速係60以內，咁真係太危險啦！等部車返到工房，要好好 check 下佢先得。Tomorrow。經過大神測檢，發現原來係引擎電腦板出咗問題，包括電腦板內有個別電容故障，導致傳輸信號有雜波以及通訊不良，導致保護限制。同時 ，Spoon 嘅模塊插腳有虛接同氧化，所以亦都影響車輛信號通訊，導致保護限制。同車主溝通之後，車主表示冇問題，整。Many hours later，終於搞掂，試車，俾你哋感受一下嚟自 JDM 嘅咆哮。哇，真係好精神，熱血澎湃啊！試完 jam 到痹啊，幫車主再搞埋套車拎，然後就可以交車啦。3 days later，車拎都搞掂啦，精神啊！車主嚟到驗個靚車先。你睇 Master 業幾專注，見到部車咁精神，車主都好滿意，然後迫不及待咁開佢嘅愛車返香港。返到香港之後，車主仲馬上同我哋分享感受添，真係好開心。